会，我们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前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让我们在崇拜前，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刻，来向上帝献上祷告，也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让我们以感谢为祭来献给上帝，为我们这一年的当中，将近1年的时间，我们所领受、所获得的，将荣耀归给上帝。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来感恩，也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来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刻，我们可以到你圣殿中来敬拜你，让我们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就近到你的圣台前，使我们来就近你，来得着你，来享受你。愿你施恩来看顾，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而蒙恩，为我们的讲员，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服侍的同工来献上祷告，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领受你的恩典和祝福，也让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规划都按着你的旨意而行。我们也为着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让他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或者工作，或者读书，或在任何的地方，都保护他们十分的平安，也让线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来敬拜。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喂。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105篇1到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第20个主日的主日崇拜，恳求天父保守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尽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给你。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新灵粮诗选74首，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这是天父世界，多么自垂听，宇宙各自之舟相应，星辰作了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光有安宁。心头数不穷苍碧海，述说天父奇能。这是天父世界，群鸟欢唱鸡鸣，清晨明亮，百花美丽，真命创造今生。这是天父世界，爱波及万千，风吹草生知他经过，随处能听他言。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最烂猖狂，天父却能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莫名忧伤。天父是我宇宙同场，他是万国万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
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65篇1到13节，由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姐妹们诵读下半节。上帝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上帝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草裙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我们一起来，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我们为以下事项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为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我们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接着，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的教区，特别是小港卫理堂林大圣牧师祷告，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驻国外的宣教士祷告，同时我们也为这一次花莲光复乡灾后的重建来祷告。我们为当地的居民、社福机构、教会团体以及政府单位有智慧能力来合作恢复当地学校、社区以及环境。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今天我们的请傅鹏商弟兄为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课。今日的经课有两处，第一处的经课在约珥书第2章23到32节，在我们教会圣经旧约的1071页。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以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
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蝻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第二处经课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6到8节，以及16到18节，在新约圣经305页。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第16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上是耶稣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由我来诵读。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上帝。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我们接下来请诗班为我们献诗。今天的诗歌是借我赐恩福。
为我们献的诗，也盼望求主使用我们，借我们来施恩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由现任校园团契陈文芳主任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讲台主题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陈文芳传道，请。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到荣光堂分享。我久闻我们的许多高师的学生曾经在这边聚会，他们现在都成为毕业生了。然后呢，也知道我们校园同工宇轩、建宏，他们在这个教会常常受到许多弟兄姐妹的照顾。今天呢，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教会分享关于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8章18章35到43节。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刚刚思慧有替我们念过，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大家可以来想一想。那我稍微把这一段经文的大纲说过去，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场景应该不陌生，对于这个故事也相对的熟悉。但是我们可以一同进到这一段经文的处境来思考，如果我们是当中其中的一个人物，我们的感受跟想法，还有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这段经文说到，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盲人就坐在路边讨饭，因为他可能在那个时代没有谋生的方法，他只能在路边乞讨。但是呢，你知道看不见的人，他对于声音是很敏锐的，所以就看到哇，感觉有一阵骚动，有许多人经过，因此他就问是什么事情发生。于是就有人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哇，他听到哇，我们这个时代鼎鼎有名的耶稣竟然从这边经过，他呢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可怜我吧！”然后但是有人就阻止他，不要再喊了，不要打扰耶稣前行，不许他作声。可是呢，他却越发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时候呢，耶稣听到这个呼喊的声音，他呢就停下来，吩咐人把他领过来，因为知道他眼睛看不见，吩咐人把他领过来，带他的面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弟兄就对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回应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这位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大家看到这件奇妙的事情，也赞美神。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恳求，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愿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愿你提醒、安慰、鼓励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敬拜你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深深经历到主你的同在和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它是路加福音。大家呢对于路加福音的认识是什么呢？或许大家都有一些感觉，或者是有曾经就是在教会或者是在造就的课程当中知道，哇，路加呢是福音书里面唯一的外邦人，所以呢他在写这卷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他也有他这个人的恩赐跟特质。好，路加呢是一位医生，好，虽然在那个时代，医生的地位并不崇高，好，但是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在对于如果有人生病，哈，他在其他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呢，相对路加就用词用得更精准，哈。例如呢，彼得的岳母，好，害的是什么病？好，是热病。对，马上有弟兄姐妹就说出来了，哈。可见大家在这当中就对于经文是非常熟悉的，所以相对的，我们也对路加这个角色。这一位作者，好，他的表达，我们也开始来掌握，开始来感受，好。那在这一段经文，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我们也感受到，路加他的希腊文用词，好，特别的优美精准，好，果然是很合乎他的职业，是不是？好，也合乎他的特质。而且呢，我们发现他对于救恩的描述相当的有意思。跟其他的福音书相比呢，路加更常用主来称呼上帝，大量出现在耶稣诞生的故事里。这个表达着什么呢？路加呢，在这当中不断的向他的读者发出声音，这些事情的开展，这些历史的进程，都出自于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计划，这一切是相吻合的。因此，路加在这卷书，它的中心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将这救恩带给了所有的人，好，不只是犹太人，更是像他这样的作者外邦人。好，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感受到，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上帝是乐意赐下救恩给我们的。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上下文。其实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上文耶稣已经第3次预言他的受难与复活，预言他要做的事情。好，其实我们大概都可以感受到，对于当时代的人，甚至跟随他的门徒，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没有经历过，所以不太清楚。好，或者是耶稣你在讲什么？你讲你的，我想象我的。哈，可能是在这个迷惘的或者是不知道的情境当中。但是呢，我们确实的感受到路加在这当中的铺陈的过程当中，这已经是耶稣第3次预言他的受难与复活。因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与这个盲人相遇的故事，我们也看到这一群众人不同角色对于耶稣，还有对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对于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好，当这个瞎子呢看到众人都在骚动的时候，这群人回答他，这位是谁？是拿撒勒人耶稣。好，所以他们对于耶稣的识别是那一位从台北来的耶稣，从拿撒勒来的耶稣。好，或者是他是哪一国人的耶稣，哪一个城市来的耶稣。好，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瞎子在呼喊的时候，他们给他的反应是不要吵，好，这一位大红人经过，好，请你们不要打扰，这样子不关你的事。好，你这个卑微的人不关你的事。好，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在这当中世人对他的认识是，哇，这是一个有名的人。好，我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好，我知道他是谁。好，然后呢，在这当中呢，他很有名，所以我就跟着趋之若鹜在他面前。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对主耶稣的认识，也会反映在他真实的生活当中，也会反映在他可能对于这个信仰，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于自己的价值选择，在这当中默默的影响我们，以至于影响我们的行动，
影响我们的决定。我就发现，如果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耶稣经过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注意到他？我们是否会在意他心里真正想要的、真正渴望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学校有时候会经营社团，让很多福音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呢，在中学的学校里面成立社团，服务性社团，透过服务的行动，让学生们去感受到付出的不一样。这个世界呢，可能强调夺取什么样的资源，占尽什么样的优势。但是我们渴望让学生去感受到的是，他们可以在给予当中看到人生更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因此呢，我们在学校的成立传爱社、兴旺爱社，然后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跟他们分享舍己的重要性。我记得呢，有一次我们在带社团，然后1升2年级的时候就要重选干部。因此呢，我就把几位高一的学生邀请来约谈，就想聊聊他们是否愿意留在这个社团团契，然后呢，也在这当中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打拼，一起努力这样子，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其中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说：“文芳姐，我应该不会当干部，他还是福音朋友，他还不是基督徒，他甚至连福音朋友都还称不上。但是呢，他非常认真的在我们的每一次的活动里面，而且呢，他照顾小朋友，然后呢，做事情都相当尽责，然后呢，态度非常好，可以感受到他是来自一个家庭教养还有他自己自我要求很高的孩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哦，你下学期有其他的规划是吗？那你为什么想要你有什么规划吗？”就关心他，想要认识他，了解他。这个孩子也很可爱哦，你知道我们高中生都很坦白这样子，就说：“哦，文芳姐，其实我觉得我们社团做的事情是蛮棒的啦，但是我发现呢，就是我们好像用基督的信仰来做事情，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其他我都很适应，但是呢，我不想要成为基督徒这样子，然后因此呢，我就再一次跟他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不会要求规定你要成为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的确是用这样子的信仰价值观出发点，来服务的，就让他可以心中不用有压力，但是也清楚这个社团的特质，然后他就说：“哦，他了解，他也很能够理解，很能够接受，但是呢，他希望找一个纯粹是服务性社团的地方，他想要在那边争取当干部。那我当然是给予尊重，但是我也看着这一群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呢，真的是充满理想。这个孩子呢，对于美善是真的相当有期待的，我不知道上帝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什么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来想一想，我们或许不像这个孩子这么坦白，就知道说那个碰触到信仰我就不要，我们可能就是比较社会化，是不是？我们会说，我们希望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觉得好的事情、对的事情是什么？但是请让我自己决定。这个信仰呢，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最终的主导权。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家对耶稣的认识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我不知道耶稣在经过的时候对这群人的簇拥，他是不是知道这些人所有的心思？但是呢，作者在这当中因着对耶稣的认识，他把他描述的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个瞎子他心中不放弃。大家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你们观察他对耶稣的呼喊是什么？大卫的子孙耶稣，他不受影响哦，他们喊什么是他们的事，但是我呼唤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我觉得相当的可爱，作者把这个差别非常准确的记录下来。大卫的子孙耶稣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以色列所期待的那个君王，
是为他们生命、为他们的国度带来更新的王权。因此，他所呼喊的，并不是他想要凑热闹，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会行神迹的耶稣，他是在这当中蛮有能力的耶稣。他对于他身份的认识相当的准确，就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这表示着他承认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他虽然对于这个救恩带来全然的样貌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他确实知道他可以影响改变他的生命。因此他在这当中跟别人呼唤的方式就相当的不同。他知道这个拯救是包含救赎的，他知道主耶稣如果不是他生命全部的主，他是可以翻转他全部生命的主。好，所以他对他的认识在这当中就显出他的渴望，还有在这当中对于耶稣的呼唤跟表达。其实这个世界呢，常常总是把那破碎、虚晃，觉得你不那么重要，觉得你所盼望的没有是不可能的。好，这样子的绝望加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在我们的处境里，或者是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当中，甚至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但是这个瞎子他的呼唤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这样不放弃，因为知道主耶稣能够，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弥赛亚。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信仰当中这个核心而正确宝贵的认识，我们是否愿意跟他一样坚持，跟他一样勇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种盼望。其实这个盼望呢，并不是这个瞎子这样呼喊，大家就觉得哇，你好有知识，好有学问，你讲得真好。没有，大家是阻止他的。好，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处境，如果继续是瞎子的话，他就只能乞讨。认识主耶稣是他唯一的机会。因此呢，他心中那样子的肯定，他就展现出来。他或许在 literally 他是一个瞎子，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但是呢，他是有感受的，他心里是清楚的，他有一种崭新的看见。这个看见真是太奇妙了，就是知道他的处境，而且也认识这位神。我刚刚有提到，在我们这个孩子里的当中，这个孩子呢，他也很清楚，好，他讲话不是讨好我，好，他在这当中呢，他也有一个思考，他觉得他要的是什么，他不要的是什么。好，我觉得我们或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子清楚的分辨，下一步求主怜悯，让我们在这当中带来的是更准确的看见跟恩典。这个孩子呢，我就说，他说他升上高2的时候要转别的社团，好，那我们也给予他这样子的空间，好，然后但是他在我们当中呢，其实跟大家也相处得很好，好，我们继续仰望上帝的工作。于是我们出队了最后一次1下的服务队，好，我们那一次的服务队呢，就还蛮可爱的，好，就跟着学姐一样，哈，就是呢，我们是去台中荣中的宝贝班服侍，好，我就带着这群学校的高中生，好，去服侍这一群特殊的孩子，好，我就发现呢，哇，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特殊的孩子，哈，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在逻辑思考当中，哈，然后你也知道他们的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状况，哈，因此呢，每一位辅导都要给予不同的回应跟帮助，哈。荣中宝贝班的汪妈妈呢，就是来帮我们服务队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跟每一个辅导，好，都很知道他们彼此的情况，并且他们都想好怎么样来照顾他们。我刚刚讲的这个孩子哈，他非常的
就是他非常享受在这样的服务里，他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准确，好，而且呢，在这当中也是跟他心中很渴望的真正很好的服务有需要的人是非常相吻合的，好，所以他超级认真，好，我对于他真的是印象深刻，好。那我们去服务这一群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然不是一切顺利啊，甚至有很多在这当中有很多不可控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学生呢，在这当中真的是尽心尽力，而且也彼此帮补，我就观察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孩子，我发现呢，他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心中的那个自信，变成一种对于生命的柔软，他心中那样子的渴望，好，就像那样子的理想，好，变为对于这些孩子跟其他同工干部之间很温柔的爱，好，我就觉得他的生命有一些不同，好，那我就觉得哇，真是太特别了，他服务的非常的棒，而且呢，我也感觉上帝不晓得在他生命做了什么工作，好，所以我就相当的好奇，好，然后我问他的同学，好。他的同学就跟我说：“文芳姐，我们服务队回来他在车站跟我聊天，聊了1个多小时，都在跟我聊服务队的事情，还有他在这当中的思考，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在他的生命里面呢，起了很大的一个回响，还有一个思考的契机，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因此我就祷告说：主啊，或许这会不会是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跟他聊一聊，让他有机会认识这个信仰呢？好，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别人传福音的经验。你在跟别人谈信仰的时候，是轻轻松松、从从容容呢，还是在跟别人谈信仰的时候，是觉得哇很紧张？不晓得他的反应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点就是不太知道怎么讲会最合适。其实呢，我那时候是属于后者，即使我是在对一个学生谈论信仰，但是呢，我更真实的感受到，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更多的带到上帝面前来为这个孩子祷告，上帝对他有更完全的心意，求神赐给我合宜的话语。那我就在想，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哇，我觉得他的名字很特别呢。我们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天爱，就是天父所爱的。所以我在谈的时候不用担心太多。我相信上帝比我更爱他。我只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跟帮助，好好的来跟他分享福音就好了。那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就突然有一种平安的感觉，就是知道哇，上帝在我的前头，他会引导帮助我这样子。所以当我跟这个孩子要约时间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也很可爱，他说好啊，文芳姐，我也想跟你聊一聊，我们约什么时间？好，然后呢，我们就按着所约的时间地点，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样子。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听着他说分享他在服务队的一些体会跟收获。这群孩子呢，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所以呢，他们更深刻的感受到，即使这些特殊的孩子，世人看为哇，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孩子，可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反而深刻体会到一种宝贵的爱，一种单纯的眼光，不是因为他是得第几名，不是因为他做对了什么事情而爱他，而是他所带的孩子就全然的相信这位辅导，爱他的辅导。他说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爱，对他来讲是很大的震撼。他心里呢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这个世界呢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他所想象的、所在乎的更加的重要。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们服务的价值观跟想法是什么。然后我就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就无来由的跟我说：“文芳姐，我告诉你哦，我最近常常想起我的名字。”我就心里想：
我最近也刚好想到你的名字，好，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上帝，这是 Q 点嘛，好，你知道我们跟上帝需要培养一种默契，对不对？好，就是上帝，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吗？哈，好，我心里想说，哇，我们同时想起你的名字，哈，这到底是一个，这有点明显，哈，上帝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这样子，哈，好，我就说，哦，你为什么最近会想起你的名字？各位最近会想起自己的名字吗？还好吧，哈，我也不常，我也没有想过我自己的名字，哈，顶多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哈，这个笔画很少，不错，很好写，写考试的时候很快，是不是？哈，顶多就只是这样而已吧，哈。好，那但是呢，你为什么会最近常常想起你的名字呢？他说，哦，我小时候啊，大家看到我的名字都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基督徒？然后我解释了好几次，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是。好，然后呢？但是我最近又想起我的名字。好，我觉得这会不会是有一种奇妙的安排？哇！我就心里想，上帝谢谢你。我虽然愚拙哈，但是这 Q 点蛮明显的哈。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对啊，我最近也想起你的名字哈。然后我心中想起的那一句话是：你是天父所爱的。我觉得上帝的确放这个名字赐给你，好，真的是有他很特别的心意，然后他就很开心哦，好，就对他那个笑容的灿烂，我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印象深刻这样子哈。接着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有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吗？”好，然后他就说：“我有这样想哦，请问要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徒？”好，我就心里想说：“哇！”就是我第一次有人问我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通常是我们很努力的传讲，对不对？但是你看，上帝呢就在他心中工作，让他自己反映出来说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因此呢，我就把成为基督徒、相信是什么好好的跟他讲解。那一次的谈话也带他做决志的祷告。哇，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的喜乐是这样子的深刻，然后呢，看着他的生命，我也觉得非常的感恩，我们呢就吃完饭聊完天，做完祷告，然后就回家了，我们两个一个要去骑车，一个要去搭公车，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有感而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说：“天爱，恭喜你回家了。”然后他就看着我，一脸很灿烂，他就跟我说：“对，我回家了。”然后，如果你是路人，一定觉得你们现在在路上，不在家中，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是呢，他的生命回到他爱的主，与他重新连结上，而他自己也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是他生命的归属。因此，我们心中有那样子的相信跟盼望，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他乐意带我们的生命出黑暗，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用当时的语言，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他是真正对我们的生命有掌管，而且也能够承载带领我们生命一切的主。我们再来想一想，如果这样子的主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心中他如果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回答会是什么？这是一个又简单又难的问题，我们可以来想一想。有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会说：“主啊，求你现在给我一个停车位。”这是不是很真实，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一次考试可以顺利过关。”这些的祷告，上帝都知道，而且他也乐意垂听。但是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去探寻、去思考你生命当中最深的渴望，你会怎么样来回答他呢？当主耶稣来到这个瞎子的面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知道，他希望、他渴望的是什么，因此主耶稣就为他成就了。
在我带领学生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也会带领他们来查经，好，然后呢，愿上帝的话语继续的来建造他们的生命，好。因此呢，有一次我就带着学生，好，一起查腓立比书，好。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呢，就是好好的跟学生讲解圣经，然后呢，在这当中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可以讨论，让他们可以思考。我记得呢，我那一次在带这个查经的时候，也一样，好，跟学生讨论的蛮不错的，然后这些学生也非常的认真，好。那讨论到一半呢，就有外面，好，就是我们在某个教会里面这样子，好，就外面就有人敲门，好，叫我出去，一个妈妈这样子。然后我就心里想，我们是不是场地哪里使用不当？哈，就想了一下，哈，心中有一点紧张，哈。然后呢，我就出去，然后跟这个妈妈有一些对话，哈。哇，原来呢，她其实只是经过教会，好，看到里面有人，她就敲门，哈，她就跟我诉说着啊，她的东西有多重，好，她身体有多不舒服，好，她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等等，好。那这时候呢，我就心里想说，我在带查经哈，然后我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处理掉哈？好，就是感觉哈，就是一个传道人在面对一个现实处境的时候哈，他也是会有一个很及时的思考，不那么属灵，是不是哈？好，但是呢，我就在想说，哦，好，那所以你需要的是，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需要30块可以买药。我那时候就想说，哇，30块这么简单哈，我给你30元，我就可以回去继续做我的事情，是不是？好，然后我就想说，好，可以，那我就回去要拿30块给他。好，但是我就心里想说，我在查的经文是什么？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耶稣他会怎么做啊？是会拿30块就打发掉他吗？显然不是这样。哈，好，所以呢，我就心里想，哦，那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好。然后我就决定哈，就是我拿了500块给我们的一个小辅导，他是护理系的学生哈，所以他很知道怎么样陪伴病人，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状况哈。我就请他呢，就是带这位妈妈就是去看医生哈，然后我想应该初步就是500元，应该是足够挂号费等等这样子，结果呢，这个小辅导他很专业哈，所以他就是按照我的话就带他去好。那我就顺利的带完查经哈，那我心里就想说，哦，好，接下来希望这一切处理得好，这个妇人她也得到最好的帮助啊。结果呢，过不久，好，查经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小辅导也回来了，然后我就很好奇的问他，你们后来去哪一家医院啊？然后这个妈妈她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还顺利吗？好，然后他就跟我说，哦，这个妈妈呢，文芳姐，这个500块还给你，好，就是她只要那个30元去药局买药，好，她不想要去看医生，好，然后呢，我们去药局要帮她买药的时候，药局现在没有处方签，也不愿意卖给她，好，那我觉得我不应该就是只给她30元，就是觉得她状况有点特殊，应该是去看医生，而不是吃止痛药这样子，好，总之那个妈妈呢，后来就不理我们这个辅导就离开了，这样，然后我就心里蛮震惊的，好，就是我们如果跟就是30元跟500元比，好，我们大概会觉得500元更好嘛，好，可以解决的问题更根本，好。但是这位妈妈做的事情也常提醒我，好，就是我们跟上帝要的是不是会只坚持上帝，我就是要这30块，好，不看见上帝你要给我的那500块所要带来我全人的医治是什么？好，我常常在想，我们可能是上帝求你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上帝求你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好，那我们是否不愿意去真正的认识这一位可以赐给我们生命一切丰盛的主？其实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在思考，或许我们在这当中需要有一种看见，就是我们所坚持的并不是真正最好的，我们需要看见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因此呢，虽然这个瞎子跟他说，主，我要能看见，但是主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你的相信，你对我的相信
救了你，你可以看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外表的需要被满足，而是真的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看见这个词常常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会因着我们的渴望而没有看清楚，我们有时候会因着我们心中的焦急，其他的看不见，但是主耶稣却很温柔的告诉我们，你可以看见。因此众人看到这一切的改变，就归荣耀与神。我很喜欢 C.S. Lewis 的这一段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如我相信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太阳很炽热，对不对？我看着太阳，眼睛会受伤，好。但是呢，借着阳光，我看见了其他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真实的依靠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也有那真实的看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仰望。谢谢你，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你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你救赎的未来。或许在这现实的一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许多破碎、绝望、难过，但是主，你帮助我们看见，在这一切的不可能当中，你赐给我们那死而复活的盼望，叫我们对这些事情，在这当中能够有你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主，愿你圣灵继续的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所想到的关系，更新我们心中那黑暗之处。愿你赐下光来带领我们，来跟随你。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接下来我有一段报告的时间，然后想请音控台可以先帮我播清宣的影片，谢谢。昨天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注意台风的动向，然后也有一些县市开始决定不上班不上课。看了这个风速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让第一天采全线上的方式，觉得有更多可以跟学生一起去冒险，然后学着去落地实现上帝的计划的部分。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混在地上之城市民之中的人，像一个你可以说间谍，也可以说使者一样，就是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在我们有限的时间跟资源里面，我们就像一台戏，呈现给众人跟天使看，让他们看见这个国度这样的一个文化不但很美好，而且真的存在。我们有没有看到福音的特色？而是福音是在文化里面，文化里面也有福音。我们不需要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彰显出自由与责任出来？希望在青春可以更认识自己，希望可以更多看见神，期待我可以在这边更认识上帝，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希望能够知道大家是如何宣教的。我希望能够在当中得到上帝的呼召，我先可以找我的目标。非常期待可以跟这些人再唱更多的歌。愿我是我不生，你不是我像一辆停着的连结车是不可能改动方向的，你可能需要吊车来把它吊起来转个方向。但是如果这辆连结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奔驰，那只要稍稍转动方向盘，它就可以按照驾驶员的心意来改变。那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继续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上帝呼召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跟得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多元变化的时代当中，
像保罗一样，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们先理解后传讲，先倾听后分享，为的是要把更多的人在基督里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自己去跨，不是自己去冲，是依靠神，求神把你放到他的肩膀上，带你去跨过那个高墙。你知道自己有高墙或不愿意面对，又或者是甚至不知道有高墙要面对的话，求神向你显明，并赐你力量去依靠他，而不是靠自己去面对。参加这个情缘之展，让我体验到一个很特别的，可以安静下来，用一个互动式的方法去跟神对话，也跟自己对话的一个机会。抛开这些别人所认为的成就或者是证明，才能去真的去思考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需要以任何的凭证来证明自己，因为你本来就是你自己了。很有跟神相处的时间，然后也可以更认识自己。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不是说你完成了什么任务，而是我们怎么样跟随神，我们成为，我们被他使用，我们很喜乐的，我们这所做出来这些服事是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很喜乐跟上帝一起同工。教会要完成大使命，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不是靠你们教会可以差派出几个宣教士而已，因为现实就是今天坐在这边900、1000个学生，我跟你们讲，你们99%全部都不会去宣教，但是你们100%都在宣教的角色当中，必须要找好自己的定位，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完成大使命。不管你是成为关顾者，不管你是成为奉献者，不管你是成为培育者，或是少数真的会走出去的人，我们要一起愿意一起承担，一起解锁我们的角色，大使命才会被完成。愿上帝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把感动化成行动。因为在这个地上的结局，不是冒险的真正的终点站，人生真正重要的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天门口能不能够听到主耶稣称呼我们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跟我一起享受在天上的福乐。真正有价值的冒险，是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能够被带到永恒当中，被上帝纪念，那才是真正冒险的价值。愿圣灵的感动继续在这一群学生的生命当中工作，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继续的引导。在这一次的青宣里面，刚刚看到学生起来做体操哈，这是我们新的研发，就是我们的群体灵修呢，是让学生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体的伸展，好，去感受到自己身体的需要，还有感受到嗅觉、听觉这样子的感受跟福音的关联性，好，让他们更深的去体会到这个信仰进到我们的生活，还有进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好，那这是过去7月青宣的部分，我们真是向主献上感恩。虽然呢，就是第一天，好，我们遇到台风，就是很多的县市，然后都停班停课，好，然后但是呢，反而在第2天大家一起进站的过程里面，这些学生他们满心期待，哈，然后也在之前第1天线上的参与里面，上帝凝聚他们的心，参与的非常的好，哈。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报告高屏地区校园团契现在的一些团契跟事工。中学的事工呢，我想说我们有上面的许多的团契，就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如果你们有孩子是进到高中职的哈，也欢迎就是来跟我联系哈。那希望呢他们在这些学校可以受到好的照顾，这样子。我们虽然没有每一个学校都有哈，但是我们很期望哈，在这些学校里面的那个福音契机可以被开展开来。那这个是屏东的部分，好，我们屏东的部分蛮特别的，我们都
大部分是社团，因此可以接触到许多的福音朋友，就求神继续在他们心中工作。好，那大学的团契就有以上的几间哈。我们现在大学呢，就是很多学校就在整并的过程，以至于有相当多的校区哈。那我们尽可能可以就近照顾到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在学校里面有信仰的伙伴一起来成长。因此呢，有许多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好，或者是与我们办公室与我来联系，好，那我们就可以按着需要、按着情况，求神来引导帮助。那想要邀请大家，我们在11月16的时候有一个高屏的校园之友会。如果你对于学生事工很关心，想要更多的了解，想要一起祷告，邀请大家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校园之友会。那我们在这当中会有详细的事工报告，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学生的休闲时间休闲活动调查表，这样子让大家也可以稍微知道一下，感受一下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喜好跟兴趣是什么。那我们在明年寒假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大龄班所要查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我们很盼望学生透过真理的建造，对他们的生命产生更新，也更渴望学生可以培养自己第一手读圣经的这样子的机会。我们透过大龄班呢，我们最感动的是一群年龄相近的孩子他们用他们的语言来理解这个圣经，用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实践这个信仰所以呢，邀请你们如果有大学生的孩子就邀请他们一起来这当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这是这一次的主视觉然后我们就是透过以弗所书来帮学生认识这一卷经文，还有上帝荣耀的工作。我们这一次的大会讲员呢，是请到张凯贤老师，就是《崛起帝国》这一本新书的作者然后他自己呢，就是也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希望透过他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认识，能够对于这一群学生们带来信仰的更新。那也恳请大家可以为我们高屏地区的同工来祷告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我们的传道同工就是人数少了一半那但是呢，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上帝在这当中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盼望更多的学生他们虽然在这样人力有限的情况，求神也帮助我们，可以给他们好的牧养跟照顾。所以请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服侍者的生命可以在主的里面被保守引导，也更是在主的里面被塑造被调整这是我们的代祷事项，邀请大家一起为我们祷告。谢谢。感谢文芳传道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也让我们看到全能的上帝借着我们周遭这些软弱的肢体向我们来赐恩福，共同来见证跟福音的广传，天天充满主的喜悦跟平安。那也让我们有机会来多关心校园团契相关的事工。现在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是新灵粮诗选334首复兴你工作，我们一起起立。复兴你工作主，向你圣徒显现，求你用权发出声言，让你儿女倾听。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请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了手。复兴你工作主，求你感动
为这罪恶忧伤痛悔，好让你先作为。复兴你工作主，其实你的宝贵，但愿你爱在人心内，好像妇人死灰。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前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险些能受。复兴你工作主，祝福你的话语，但愿你到所有真理，到处被人高举。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险些能受。复兴你工作主，证明你的得胜。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险些能受。复兴你工作主，赐下当初全能，但愿荣耀全归你名，祝福则归我们。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险些能受。我们仍然站立，要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请司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如果对奉献的意义还不了解的，就请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面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面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回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同时也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面，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坐。
请回，请坐。接下来我们一点时间，请牧师为我们补充说明。弟兄姐妹，本来是要在报告时间补充了啊。好，那先跟大家做一些报告，就是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跟这个机构有一些的连结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有校园团契来这边做分享，那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在这些我们可以有一些手上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一些的机构，他们在做一些的服事的当中，能够更加的得力跟有力。好，那牧师主要要报告的就是我们11月8号跟9号，我们有户外礼拜。那这个户外礼拜的这个安排时间相当紧凑啊，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弟兄姐妹尽快的在今天的时间能够完成报名。那在报名的当中，我们也可以邀请新朋友啊，所以如果有家人、有新朋友愿意可以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那欢迎他们可以来到我们当中。那尽快能够在这一周里面，我们就报名完成。那因为我们还要去请车辆。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弟兄姐妹，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完成，请赶快来报名。那如果你要2天住2天，就是11月8号到9号2天的话，我们原则上是成人的话，一个人是600块钱。那如果你是当天早上我们礼拜天早上11月9号早上要出发的，我们就是这个一天200块钱。那我们在这个安排上面，因为要住宿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价格会不一样。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我们在礼拜天的下午，11月的9号的下午的时间，我们会到这个茂林的森林园区去做一些的旅游所以就是让大家可以在休息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到户外去走走。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尽快的让办公室能够来安排车辆跟人员的运动所有的这些的行程规划，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来更多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已经即将要这一年即将要过去。各位如果看周报上的话，我们这一周是第43周了。那所以再过没有多久，这一年就要过去了。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2025年，我们能够数算上帝的各样的恩典。那我们也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够向上帝来献上感恩。那特别欢迎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在圣诞主日的当中，还有圣诞晚会，我们都邀请，希望可以有福音朋友能够到我们当中来。所以如果你心中你有期待要邀请的新朋友我们都欢迎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关注我们的圣诞节跟我们的圣诞晚会的一个安排的布道的时间求主来带领，也纪念我们的这些的年轻朋友。刚刚提到校园团契的工作我们有好几位年轻人，他们也是在这个校园办的营会当中信主的特别刚刚讲的大金营地也是我们的德强执事说他是在那边信主的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邀请我们的家里面的孩子，邀请家里面的成员，我们到这个大金营地，我们在那边有一起美好的聚会。以上，谢谢。好，谢谢牧师。接下来我们这边有一位今天新到我们教会聚会的姐妹陈丽华，在楼上还下面。好，丽华姐妹是怡君的朋友，有没有要补充介绍的？有没有？没有哈。好，我们欢迎丽华姐妹。还有没有其他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哈。好，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一次之后，我们可以起立拱手问安。
好，我们缓缓回到座位上。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教会的消息跟大家报告，也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本堂参加崇拜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在本周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我们感谢校园团契陈文芳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也请大家为校园团契的事工来关心祷告。下周的主日呢是11月份的圣餐主日，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在11月1日，就是星期六下午1点钟，我们要召开本堂的2025年年祭预会。那会后会接续召开11月份的执事会，我们请执事同工预留时间，务必的参加。那今年的牧职进修会呢，会在10月28到10月29星期二跟星期三在台北的福音园举行。我们陈伟文牧师会前往参加，也为牧者往返的平安来祷告。那本堂所提名的委员会，今年已经提名2026年新任的执事名单。依照卫理公会的法规公告，在2周后于祭预会通过之后呢，我们会将相关的名单贴在公告栏上，也请大家前往参阅关心来代祷。刚刚牧师有讲过，在11月8号跟9号，我们会在大金营地举办户外礼拜，那也请大家踊跃的报名一起到郊外我们共同来在郊外这边来一起来进行主日礼拜。教会呢，在12月21号圣诞主日当天有受洗以及转入的礼拜。如果弟兄姐妹有意愿受洗或转入本堂的福音朋友，或者是主内肢体，10月份起我们会开始安排在成人主日学基要真理班，或者是跟牧师跟传道这边我们个别来约定来上初信的造就课程，也请相关的弟兄姐妹呢洽办公室报名来参加，也为我们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来参加每周四晚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祷告。同时呢，我们等一下11点40就会开始进行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相关的这些的课程在底下这边都有请大家自行参阅。最近那个季节变化呢，也很多弟兄姐妹身体上面比较不平安软弱的部分呢，我底下就不一一的来说明，也请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周报底下这些软弱的肢体，为他们祷告。那同时呢，在这一段时间，也请大家加强自身免疫力以及常规的作息这段时间这个流感各方面也非常的猖獗，也特别请年长者留意施打的时间，多休息。好，我们起立，我们同诵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陈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弟兄姐妹，记得我们等一下还有成人主日学啊，欢迎大家能够到各班来上课，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这样的拣选我们能够来侍奉你，让我们能够关心未来的世代，并且为我们未来的世代祷告，让我们的学园、校园，让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学校环境都能够充满主你的恩典。许多的年轻孩子们，许多的年轻人，他们都被你兴起来得着未来的世代。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能够成为希望，让许多人因我们而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在订阅中结束今日的主日崇拜。在订阅中，也请弟兄姐妹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各项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在周报上面主日的信息默想，也请大家参阅。同时，如果有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大家祷告。